闻，我是柯兴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22暗开始，黄sơn河方面挖紧，落到昨昏，各地水库拢有入水，亲像中部的明德水库水伤济，阁有调节性下水。即马方面已经离开啊，咱全台湾的天气，拜6礼拜进前拢真稳定。亚南马瓦风台伫昨暗8点嘛已经转做强烈风台，敢会影响咱台湾？目前气象专家看法是也无同。也毋过拜6开始，咱台湾的沿海会因为风台出现大影。今年第2号风台马瓦比原本估计速度更较紧，伫昨暗8点已经增强成为强烈风台。即马伫咧鹅銮鼻东南东平2890公里的海面，离台湾还阁真远。即礼拜对台湾还未有影响，一直到拜6进前，全台湾天气拢稳定，温度回升。不过今仔日西半部、东部还有东南部也是有低渐准雨。明天白天的雨量预测图可以看到，各地仍然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，主要是因为水汽都还是比较多一点点，然后各地的云量也会比较偏多。气象局讲，马瓦即马还阁伫咧暖水区继续伫咧增强，即礼拜向西北西方向刷震动，划过菲律宾东边海峡时阵，有可能会驶向北平。拜6台湾沿海就要开始注意，可能会有长影。转弯的幅度多少，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预期它还是有可能会转弯。那有可能是台湾会是一种类似擦边的碰触到，然后北上。当然，现在还是不能排除它有直接碰到台湾的机会。另外，自22暗开始的梅河方面，各地水库水位拢有上升。中部的明德水库上升的调水量到94.7%。23早起还阁伫咧进行调节性放水。北台湾的石门水库调水量35%。台南的北河水库调水量16.1%，不过中永嘉义台南的闸门水库调水量依然无到10%，阿公店的调水率也只敢拿7.2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